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武汉肺炎，互民众现主时对口岸供应问题非常的关心。国内口岸制造大厂，其中有一间就位伫台南市的白河区。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恒大口罩厂去访视，了解目前生产线的产能，同时嘛感谢厂商、国军弟兄以及组织志工对防疫的贡献。武汉肺炎目前伫全国确诊的病例已经达到18件。为了提升国家防疫所需要喙安数量，政府协请喙安制造商加紧脚步生产。该公司向市府反映需要增加人手，市府立即协助厂商找找人力资源。除了向军方调派30名人力以外，自治基金会嘛派出6名志工加入生产行列，帮助国家对抗疫情。市长黄伟哲在1日特别前往关心，感谢因的付出。好，各位这边看一下正前方，然后大家比个赞好不好？好，来，比个赞。地方政府，我们也愿意全力来配合种种相关的防疫措施，以及相关对于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那么现在立法院跟行政院都已经进一步，不管是要订定特别条例、订定特别预算，或者是行政院的相关的特别的纾困措施，都希望说让这个社会经济，尤其对产业的冲击，能够早日这个平复下来。那这点是我们也期待中央一些纾困的措施以及相关的这个纾困的作为，能够早日发挥这个作用。黄市长另外表示，台湾目前喙安日生产量大约是420万片，要伫3周以内达到1000万片的产能，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尤其伫4月份，更有可能会拄到无原料生产的状况。黄伟哲希望中央政府嘛要注意到这项问题。根据陈时中部长的讲法，现在才刚刚到420万片，在上个礼拜都还不到400万片，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说要到1000万片，这个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进口机器、进口原料，然后征集人员，其实刚刚提到了，不管是军方的支援，或者是相关宗教团体的支援都是人力，那机器的硬体的设备，还有包括原料的部分，都要赶快去征集。已经有一些口罩厂已经出现快要没有原料了，所以这点政府也必须要注意到。那现在在世界各国都相禁止一些口罩的成品的出口，的前提下，那原料甚至有些原料也不容易取得。因此呢，我们觉得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当然，正本庆元之计是希望这个疫情早日过去，但是万一疫情延续到4月以后呢，这个原料的供给，请政府也必须要注意了。黄市长另外呼吁市民出入密闭空间的公共场所，若是有发烧、感冒等症状，才有需要挂喙安嘛。也因为台湾目前并无发生社区感染的病例，一般是免挂喙安嘛，只要维持平时多多洗手的好习惯，就是杜绝疫情发生的不利法门。台南新闻中锡维采访报道。由中国佛教会主导，台南市佛教会甲全台24县市佛教会共同举办的祈福大法会，11号伫大仙寺举行。特别邀请市长黄伟哲甲中国贵宾做伙去祝祷，希望早一天消灭武汉肺炎，让社会恢复正常。lin王护国实在祈福大法会，每当拢会为台湾民众以及世界祈福。这次因为武汉肺炎的侵袭，造成人命伤亡，社会恐慌。对此，中国佛教会特别祈祷早日退散武汉肺炎的疫情，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让社会早日恢复平静，也让民众的心得到安宁。第一半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第二半香，祈求瘟疫早日消除。第三半香，祈求台南市民能够安居乐业。来自各界、来自各县市的各位
这个在家修的居士以及出家众各位长老各位诸山长老，大家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为了台湾这个民众祈福，也为世界祈福，希望疫情感染早日退散，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这个早日脱离疫情所引起的种种这个不管是社会、经济以及人心的这个平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着宗教的力量，借着诸佛菩萨的护佑，也借着各位诸山长老的护持，能够让这个社会早日恢复平静，能够让民众的心能够得到安宁。中国佛教会自民国62年迁台以来，每当拢会举办灵王护国息灾祈福大法会，为国家祈福，为人民祝祷。法会由各县市佛教会轮流举办，成为佛教界年度上大盛事。近期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确诊以及死亡人数大大增加，世界各国喙暗都欠货，造成人心惶惶。对着经济损害，更是雪上加霜。佛教会借由这次灵王护国法会，为了消灭疫情来祈福，共同来度过这波疫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知名阿哈饭店为了感谢省大病院医护人员、甲学校防疫人员辛苦的付出，特别准备6600份的米糕甲甜糜，伫11号分配送到省大，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之意，也创下全台第一届有餐饮业投入防疫尽一份心力。看到台湾医护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辛苦防疫，台南知名阿哈饭店特别准备象征66大顺6600份的米糕加甜粥，将分配送予省大病院的医护人员加志工，向抗疫加防疫人员表达感谢之意。这一次主要的发想其实是因为武汉肺炎这一次其实蛮严重，那我们知道第一线的防疫人都非常辛苦。那因为我们其实是一间小小的店，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帮大家打气。那刚好跟校长提了这件事情，那就知道说我们总共成大医院工作人员有那么的多，那我们会再分次，然后把这一次把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意，可以送到所有的工作人员跟防疫人员的手上，然后让大家可以努力，可以经过这一次的考验。那我们也挑了一个很漂亮的数字是6600，总共6600份。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可以66大顺，然后让它顺利的可以完成跟结束。成功大学对着阿哈饭店意中送暖的善行，嘛表示感谢。上午由校长苏慧珍加成功大学附设病院的院长沈梦如代表接收，并且由校长颁奖感谢状。这是武汉疫情这个疫情严峻那成大医院一定会善尽一个大学医院的医疗责任，那好好保护我们云嘉南民众的健康。那从1月23号那个小年开始，我们整个医院就动起来因为我们对这种未知的新兴疾病一定要料敌以宽，御敌从严所以我们整个医院就上下动起来，从医疗照护、检验、公务、后勤补给，整个就一条心上下动起来所以，因为31年前成大医院成立就是要保护整个云嘉南地区，当成这个云嘉南地区民众的守护神。我想这一次我们也会办起这个我们的医疗跟社会责任。会促成这届餐饮业者首次捐赠温暖食物给医护人员。一方面，因为苏校长甲阿哈饭店有地缘的关系；另外，就是阿哈饭店为了感谢过去省大病院对厝内人的照顾，和总经理伫个致辞时嘛一度流下了目屎。6600份的餐点，因为制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加物力，而且强调是每日现做，因此将伫个1礼拜内分配送到，并保证每一位医护人员甲志工拢品尝会到。台南新闻联跟何乔邦采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和台湾真济旅游业拢受到影响。不过，伫台南为过年的期间到元宵订会，旅游的游客却无受到影响，甚至有饭店的业者选伫这个时阵新开一间青年旅店，而且阁是伫巷仔内，希望用地方创新的观念，开创青年旅游市场。结合台南无共领域的经理人，包括营造、建筑、设计、加旅馆商业管理人共同组成的all in 集团，所兴起的巷弄青旅，11号下午伫个中西区小空市场隆重来开幕，包括市长黄伟哲、观光旅游局长郭振辉、加议员陈怡珍，以及侪位的贵宾拢到场出席。开幕式并且邀请台湾国宝级的画师严正发举办画展。充分结合地方的创新。开幕剪彩鹏程万里，谢谢剪彩。谢谢我们所有的嘉宾。一个好的旅宿业者哦，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结合在地，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人文的思维，他必须还要有什么呢？他必须还要有对于环境的爱护哦，他对于环境的友善。那我相信我们 all in 都做到了哦。那我未来呢也期待哦，我们新的这一个 all in 饭店哦，在all in hotel 呢hostel， 在我们的阿吉执行长以及我们的优秀的团队的领导之下哦，可以步步迈向高峰哦。每天旅客满载哦，我听到哦，好像一天可以住到112个客人哦。那我相信这也帮我们台南市在服务这一个所谓的毕业旅行啦这样的一个客群，也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选择哦。巷弄青旅以容纳179位背包客为主轴，是专门为少年人打造的秘密基地。旅店嘛，传承过去70年前日本时代专门制作轻轨铁工厂，以浪板加小铁还原工地风格。希望未来会用成为少年朋友住宿加打卡的景点。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配合市府推动行动支付，举办台南好停 APP 缴费抽奖活动。除了享受第一笔免费以外，另外第二笔以后阁有优惠。头奖是有着满岛利顺时，只开17块，就抽到台南限定版的电动汽车。
由市长甲交通局举行颁奖典礼。配合市府推动行动支付，交通局伫去年举办台南校亭 APP 的缴费抽奖活动，除了享有第一笔的停车免费，另外第二笔以后还佫有优惠折扣。伫个为期3个月，总共22万笔的资料。上大奖，全国唯一的台南限定版的电动机车，由满岛一名李先生以缴67块的停车费，就抽到价值8万块的电动机车，相当的幸运。它2个优惠就是每笔折扣3块嘛，对。然后第一笔支付的话，你可能停200块，然后第一笔它是这边会帮你吸收，对，还蛮方便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天公文就寄来说我抽到了那个狗狗罗，相当的意外。对我妈跟我说我遇到诈骗集团嘛，然后我看一下公文，我说这个 APP 我确实是有在用，然后打电话问了一下，真的是就抽到了，好像是22万笔吧，其中1笔吧，对，然后就真的很幸运。伫个下午的颁奖仪式，市长黄伟哲嘛强调，今年不但优惠继续，另外嘛共款持续举办抽奖的活动。这个我们李先生有说过了哈，他是因为他都一直使用 App 哈，这个台湾好停的 App 好，那可以得到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机会增加那个抽奖的机会，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你就是本来就在停车，而且又得到优惠，好，那所以最节省、最省钱的方式是加入台湾好停 App， 然后第一笔给它停得很长，好，然后呢，接下来第二笔就每笔我们第2年开始就折扣2元。好，那这个我这边还要再宣布一项新的利多哈，今年我们还是要办抽奖，好，但是我们自己出钱了，不用你出钱，这个但是没有这个了哈，我们抽别的奖，好，那这个有什么奖呢？我们详情请看这个交通局的网站，我们会公布我们会有什么奖，好，大家你看这部是台南限定版的，好，台南 City， 好，所以说这个是外面买不到的哈，又是这么好的这个车子哈，那所以说这个停汽车，你是停汽车吧？停汽车抽机车，好，这个也是很好的。那所以说我们鼓励我们的好朋友、市民朋友们多多利用台湾好停 App， 那既方便又省事，又有机会中奖，然后又省钱，方便省钱省事，又有这个机会抽大奖。那这个我们今年会陆陆续续再推出其他的优惠这个抽奖方案。根据交通局的统计，伫个停车缴费的 APP 行动支付，对拄开始推出，使用率无到1%，到去年12月就有20%，成长率高达53倍。加上银行加手机的代缴率，非现金的支付比例已经高达33%，表示行动支付已经慢慢成为一种的趋势。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甲管理系伫寒假期间特别举办化妆品演习营，邀请全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亲身来做体验，透过老师的介绍甲实作的课程，互因更加认识学校甲这项产业。为了让马上就要毕业的高中生会使了解到无同科系上课内容，嘉南药理大学的化妆品应用甲管理系特别举办了化妆品的演习营，邀请全国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和有兴趣的学生会使亲自来体验，透过老师的介绍甲实作的课程，互因更加熟悉这个产业甲课程。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管理系第一次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那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高三的学生在面临他们要选择大学的时候，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认识这些科系的特色。所以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就发文到全国的各个高中，希望说高三的学生考完学测之后，可以来我们学校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化妆品是怎么做的。那也希望能够认识这个化妆品这个产业。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面就包含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介绍了一下妆品这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产业来。那然后呢，我们就跟学生介绍了怎么样做化妆品的基本概念。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于就让学生亲自下来做他们喜欢的化妆品。那我们做了一个
玫瑰花的手工皂，然后还有做的，等一下我们还做了一个干洗手，那希望学生可以随身携带，可以做手部清洁用。那最后呢，我们还会做一个护肤的乳液，那希望学生能够满载而归。会使看到每一个来参与的学生拢非常认真的动手做。对高三的学生来讲，这演生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伊更加熟悉这个科系。因为我是普通高中，然后我对化妆品这个科目有兴趣，然后加又有这个研习营，所以就想说来这里看看，然后对我之后的选择会有帮助。我本身就是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些那个什么，就是一些相关产业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就来参加了。因应武汉肺炎的威胁，校方也予学生制作干洗手。互因会使随时维持手部的清洁。校方也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举办安尼的活动，互学生会使熟悉无同科系的特色。但新闻国采访报道。林德区成功里的里长郑晴儿伫个林内为成功里打造4个公园，现主时佮继续利用里内一块土地，打算要营造出车站的意象。除了里长的投入，也有侪侪热心的里民做伙来响应。目前，这个公园已经看会出车站的意象，预计伫个4月中旬完工，先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明明就有听到火车要来的声音，但是画面当中一直拢看无火车。其实这个所在并不是火车的滨高道，是现在林德区成功里当咧打造的车站公园。催生出这个公园的重要推手，就是当地里长郑晴儿。因为里长看到这片土地原本无人使用，加上风台天的时阵会造成当地不便，伫经过沟通过后，也成功利用这片土地，并规划出车站的意向。伫打造这片公园的过程当中，除了立委陈廷辉甲铁路局的支持以外，侪里民也拢共同参与，也互里长非常的感动。之所以当日是要做铁道公园，我就是想按月台，这个月台开始啊。这个月台设计原底是只是讲当初是想讲做公园的凉亭啊使用，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是一个小山坡。啊，小山坡我整理开了后，这个做开迄个气味佮感觉足成的，像是个月台迄个感觉啊。所以我就想着讲，来拜托陈廷辉立委来甲我争取遮铁路局遮相关的物件，安尼是毋是可行？啊，结果因为铁路局伫阮遮咧做地下化嘛，所以因为地方回馈的关系，伊也勉为其难答应完，我讨这个装备，有这个主结构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来设计，就以铁道来做主题啊，以铁道规个来去铺陈遮规个公园的整个的设施啊，就按这方面去找，触及到很多的那个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成功里的里民。很多都是来帮我们出钱出力，甚至拿便当来给我们吃啊，送饮料过来的因为我常常这边带着我们台南地检署的社会劳动力都在这边施工，很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里长也表示，虽然大部分的设施拢已经完成啊，但是还阁有一寡细节的部分需要处理，整个公园预计伫4月中来完成。目前阮即嘛还未做的，就是外口周围阁有白色的剑山，这白色的剑山爱阁甲做一个围墙啊，围开，迄整个气势就开。我即嘛内底阁插伫个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电话。公共电话我挂伫个候车室遐的时阵，你伫遐就袂随咧卡公共电话，那个是老式的公共电话。现在中华电信正在找寻中。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阮的候车亭嘛。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就好像在等候公车，里面就像在等火车。我们还有验票，周围还有做栏杆，整个栏杆做起来就好像你要走过去，有一个验票人员让你走过去月台那边搭火车，这整个一项。地上的部分，其他绝大多数都是草皮，绿色的草皮。安尼整个咱热人天气好的时阵，咱就会当踮遮做草地野餐。互囡仔大家来当来遮做草地野餐，这是足好的物件。阮4月11若会当如期完工的话，阮会伫遮剪彩，嘛欢迎大家会当来。里长也强调，这个公园非常适合翕相，未来伊也会先邀请专业的人员翕几组相片，互大家来参考。若拍婚纱，我嘛有足侪景点，
像伫铁基路顶悬、伫月台顶悬、伫各个角度，以后我会伊甲公开，找专业的人来帮我翕即个相片，提供互大家参考。看你伫倒翕相，会当取到你介意的迄个点，我来做一个样板，互大家参考。相信等待这个公园完工，也会成为打卡的热点。如果民众有经过宁德区成功里，并听到火车要来的声音，也会使到这个公园行行看看的。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风的天气，温度17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2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